水、土地、空气，你想事万物拢有好旨意。下面管霸占、污染、搁破坏，掌管精神，全对上心态。可以继续弹，那我们继续念第二章，来好好来读咯。预备来，感谢主赐我矿物、金属、互管发展、交通、起造、房屋。这房屋是看白话字的房屋，嘿，趣味吼，还继续下面管抢夺、恶用。高毁坏，掌管精神，全对上生态。第三章，感谢主，赐管无价能源，原子能丰富，太阳能安全啊。这就是有啥，等，这就是有啥物爱读歌词的。第二章对头来，这真正足厉害的。第三章啦，来预备来，感谢主，赐管无价能源，原子能丰富，太阳能安全，下面管浪费、误用野灾害。掌管精神，全对上生态。第四章，感谢主编辑自然生态，正做地球一领外衫可爱，下面管极性，无意中破坏，掌管精神，全对上生态。第五章。感谢主为管创造地球，互管代代徛起，孤灯享受求主掌管。等下 CHIAT KHIAM 这怎么念啊？啊？这欠，这个不是我会的台语。这欠，好厉害了。好，来这一句来哦，预备来，求主掌管这欠，分享关怀，请来精神，全对上生态。好，咱来进第一章。安尼唱第一章时就感觉啊，原来有较简单的。好，来第一章。感谢主赐水土对空气，必须赐万物拢有好旨意，下边管霸占污染各破坏，掌管精神。第一首歌是编预备来，感谢主赐主，好了，不管我的高堂的造物，下边管秋冬用各辉煌。掌管精神，全对上心态。旋律较简单吼，歌词较奇妙啦，所以咱到时尽力来唱安尼好。这时请咱搁现个信息第二首，咱做伙来行第一集就好。
咱礼拜开始就用这首信息来讹漏上帝哦。心在，心在，心在，钻林大自在，蓝调秋挂在上，我的胸襟怎样？心在，心在，心在，将你的对高喊，我的兄弟起，自己关自在。好，蒋婷姐，请教一个意会姐，第二段第二句，俄勒上主尊名还是上帝尊名？第二句，嘿。好，啊信息这 PowerPoint 字拍唔对去哦。那看信息，我想讲，我那唱甲恁无共的啦。咱讲，咱着做声唱歌学落上主尊名，到时看卖好。然后这首信息搁真特别。咱一般唱现在时阵，现在时阵，敢有想到伊是祈祷的诗歌？敢有人有安尼联想？有无？嘿，三一颂。所以就阿门啊，上用啊，上用上用，吼，所以爱阿门哦，吼啊，虽然伊拍毋对去，要毋过咱着唱歌做声俄罗上主尊名，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有再去写礼拜。着趁上主找会到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邪恶的人着去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的怜悯伊，着归向咱的上帝，伊的宽宏赦免因。请咱三甲吟诗来学了咱的上帝。信息第二首，幸哉幸哉。幸哉幸哉，请起立吟全首。
大家游玩徛地，做伙共读尼西亚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请。万幸都因转你的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面的主。万幸都因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命，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地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大家同一同体，万应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现实就在手往了出世，才做人，伫温柔也好灵来，为咱变是的，受咱埋葬，叫圣灵所记载。上帝多望主天，但在这个下面，每天仍在来生活的西安，耶和无穷无尽，万幸之主万难主显行，对被高亮出，高被亮到受天外，到受天根，一万到水灵公园，万幸。公共属道的教会，万个为一个地下这个世界，万地方西南国王来世万名，阿门。请坐。启应文三甲来启应文，启应文第39篇伫信息的后面1069页，我来启，请兄弟来译。伫将来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一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释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一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请咱下头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引带阮的脚步，是阮生命中的根基，带来医治甲恢复。求你赦免阮所犯的过错，互阮会当较无真理，搁较明白你的心意。阮为着因为战争失败的人民，愿主的光照着今日世界，互人会当搁较尊重性命。愿你的智慧甲怜悯临到达国，互受苦的人得到安慰甲帮助。耶和华是阮的力量，阮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祈求上帝赐阮有合一的灵，愿你赐下和平，互执政者有智慧来治理台湾。阮也为着牧者终日同工来祈祷，恳求主来坚固你的教会，互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有生命甲见证信仰的群体。求主保守牧者终日同工，会当搁较深来敬畏你、爱你，追求你的旨意。伫侍奉中来经历圣神的同在，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俄罗你的恩典，求你赐下安慰医治的话语，帮助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会当体会你是唯一的倚靠，互因有信心来面对困境。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
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第8章20节到第9章的12节。上主对摩西讲：明仔早起，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徛伫伊的面前，对伊讲：上主安尼讲，放我的子民离开去敬拜我。你若毋去，我要派几群好神飞来你遮，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身上，搁伫王宫、埃及人的厝，甲因住的所在，嘛要有几群的好神。迄日，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伫高山地区分别出来，伫遐无几群好神。我安尼做，是要互你知，我上主是全地的主。我要将我的子民甲你的人民分开。明仔载，即个神业一定会发生。上主就安尼做，好神规定飞入埃及王的宫殿，甲伊的人神的厝。埃及全地拢因为几群的好神荒废。埃及王就叫摩西、阿伦来讲：恁去，伫我的境内向恁的上帝献祭。摩西应伊讲：安尼做毋通，因为我要献互上主，阮的上帝的祭物。埃及人看做禁忌，我若伫埃及人的面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献祭，因减会用石头甲阮钉死。我要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献祭互伊。埃及王讲：我允准恁离开，互恁伫旷野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祭。毋过袂用得去上远，搁恁着替我祈祷。摩西讲：我要对恁遮出去，向上主祈祷，求伊互规定好神明仔载离开埃及王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毋过埃及王毋通搁骗我，毋准即个民族离开去献祭互上主。摩西就对埃及王遐出去，向上主祈祷。上主就照摩西的恳求，互好神离开埃及王甲伊的人神以及人民，无留半只。即便埃及王搁硬伊的心，毋放即个民族离开。第9章，上主对摩西讲：你去见埃及王，甲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着放我的子民离开，互因通敬拜我。你若毋放因去，犹原要强迫因留地。上主就要用伊的权能，严重的瘟疫，伫你的田野的精生、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主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精生，甲埃及人的精生，所有属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拄袂死，拄袂死。上主就设定降瘟疫的时间，讲明仔载上主要伫即个地做即项事。隔日，上主就做即个事。埃及的精生拢死，毋过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都无死。埃及王派人去看，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都无死。毋过埃及王的心固执，毋放即个民族离开。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恁捧规捧火炉的火釜。摩西就伫埃及王的面前，将火釜向天扬起。火釜伫尘埃甲全地变做尘埃，落伫埃及全地的人甲精生的身躯生粒仔成做疮。因两人就捧火釜去伫埃及王的面前，摩西向天扬起，人甲精生的身躯像生粒仔成做疮。术士无法度伫摩西面前做即个事，因甲所有的埃及人拢生粒仔。上主互埃及王的心硬，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拄照上主对摩西讲的。圣经以上，学了请信外队。
敬道，即是请吴富林牧师来敬道。题目是上主是全地的主，上主是全地的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感谢咱的圣歌队透过今仔日的这首诗歌咧提醒咱，咱来好好想看卖啊。咱徛起的所在，但是上帝遐通意爱的所在，看最好的所在。咱来好好想看卖啊，这项代志。6月5号是1992年的时阵，真侪国家做一个会议，然后定出来叫做全球的环境日、世界环境日。然后2007年的时阵，中乐教会总会就定6月的第一主日，叫做环境主日。定这个日期，人咧定这个日期，其实有过去的人的智慧，以及咧提醒咱，真做一个基督徒，真做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咱爱会记真，咱不只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真做一个上帝信徒，佮爱注意到。嘛，毋那是咱甲人中间的关系，更较要紧的是，上帝嘛咧提醒咱讲，咱甲咱活地的这个环境、这块土地的关系是啥物货？所以透过这个环境主义，其实是咧提醒咱，咱怎样甲上帝所赐予咱的这个世界有关系。伊爱咱甲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意义伫倒了？那安尼，咱活伫即款的世界内底，咱怎样互咱所伫地所在变做上帝看做遐通意爱的所在？我相信这是咱现在活地的人爱好好去思想，这嘛是咱的挑战。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将咱所伫地所在画出迄个，互上帝看做遐通意爱的所在。若要安尼，就要对咱甲附近兄弟姊妹的关系开始做起。所以，我要邀请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请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也提醒阮知，阮是属你的子民。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互阮知，阮毋但要甲你有关系，阮也甲阮四周围的人，以及阮所伫地的土地，这个世界有关系。求上帝帮助阮。活出一个，互你看做遐通意爱的生命，也帮助阮，互阮这个世界也活出，亲像你看做好的款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南美洲有一个所在叫做亚马逊，迄个亚马逊。的树林，这座树林被称作地球的血，因为这座树林是咱规个地球土地顶头咧吸收二氧化碳转做氧气上多的所在，拄好行这座。树林，全世界都有20%的氧气，对咱的呼吸的氧气，20%是对这座树林所制造的，听有意思吼？所以毋通只有想讲哦，去远伫南美洲安尼尔。
所以即座树林互人称作地球的戏。因为安尼，即座树林对地球气候以及减慢温室效益真要紧。存在即座树林存在，其实是真要紧的代志。总是到现在，即座树林其实已经接近气候的临界点。因为过去的40年久，巴西境内所消失的树林已经接近西班牙迄个大，跟那西班牙遐尼大，这个国家遐尼大，像是有20%的树林受到迫害，真侪有到40%的树林因为气候以及人的政策来失去原本的样相。咱爱知影，当上帝咧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伊爱咱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神啊，甲对咱讲治理，确实对过去到现在，神啊，甲会解说，拢通解说做经造，或是开垦。总是上帝咧创造的上时，其实也将迄个地赏赐，不止赏赐互人哦，嘛赏赐互地上的走兽。所以人无应该为着家己的政策霸占甲夺走其他生物生存的机会。人需要甲正生物来共享这个地，这才是上帝创造原本的意思。那安尼，所以人应该爱负起责任，彼此节制，唔通侵犯着其他受造物的权利。总是这种霸占、霸权、强占的心态，唔但发生伫人甲土地中间，实际上人甲人、族群甲族群中间，搁较是常常看到。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个圣经同款。出来记记第8章20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讲：明早起，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徛伫伊的面前，对伊讲：上主安尼讲，放我的子民离开，去敬拜我。伫遮，上帝予摩西一早起就去河边来见法老，这互咱联想到第一灾所发生的情景。第一灾其实嘛是安尼，就是这10灾内底第一灾嘛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真明显是作者真刻意的安排。是安怎要安尼安排呢？有真侪猜测。犹太的列比甲现代的学者比对这个前9灾，认为是用3个灾的做一组，3个灾的做一组雕工的文学形式。然后，所以咱顶礼拜其实是读第一灾到第3灾，这礼拜是读第4，爱真多谢咱的师会长了，真辛苦来读较长的经节。总是安尼读，其实是要帮助咱，互咱会当分出这3个灾号。第一灾到第3灾，通看做是上帝较赢埃及的神明。第4到第6灾，咱等下会读到，
咱会当看做是上帝要分别属伊的百姓，所以咱等下会读到真侪分别哦。开始这个在下，毋那是所有的人拢拄着，是开始有点仔分别。出来记第8章21到20，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毋肯，我就要派归群好神飞来你遮，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身上，搁入王宫、埃及人的厝，甲因大所在，嘛要有归群的好神。迄日，搁落去吼，来做伙来读来。迄日，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的高山地区分别出来，伫遐无归群好神。我安尼做，是要互你知，我上主是全地的主。咱来知影传统信仰的神，通常拢管一个地方尔。咱若去路边有看到庙，真侪庙拢叫做土地公。实际上，咱边仔嘛有一个叫做土地公的这个博物馆咯，吼，就伫三民路顶头。土地公馆的有一个地域，听有意思吼？传统的信仰。咱看到台湾人迄个传统的信仰，迄个神吼，拢管一个地所在尔，有的神阁行管某一个行业。了解吼？事实上，即种想法是足古早的想法，所以对古早开始，人就安尼想：迄个神竟会当管这个尔，迄个神竟会当管这个尔。所以表示啥物话？这个神拢有地方性。传统的信仰实际上，古早的信仰就是安尼。所以法老会当承认以色列这群人因有神，会当承认检查因这个神有关联。总是法老应该无法度接受以色列的神。伊的关联会当来到埃及，听有意思吼？法老应该拢会当接受，总是伊无法度接受的是以色列的这个神，既然伊的关联会当来到埃及我所徛起的所在，总是上帝透过安尼咧直接宣告。伊讲这个好神来的目的是爱互法老知影，上主是全地的主。对这个灾害开始，以色列上帝的子民开始甲埃及人、法老的百姓有所分别。上主用好神，也是用一群的虫。派米啊来生发埃及，总是上帝子民所伫地所在地，一只拢无。翻译做好神，原文叫做混杂，也是正群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指一群。咱爱知影好神是只是会互咱困扰尔，对无？吼。都好神做多吼，互人困扰，所以伊的意思是困扰人，也是互人身躯会痒会痛。因为好神伫埃及时常看见，咱现在去到埃及，嘛会拄到真侪好神，所以这项代志，这个翻译其实并无问题。总是有神学家坚持应该翻译做海棠就好。因为伊毋是咧指某一种歹迄个好神尔。上帝降伫埃及的灾害，对尼罗河的水开始，然后伫第3灾开始扩
登到土，然后现在连空中也变做上帝掌管的所在。听有意思吼？雨神甲遮个拢无关系哦，伫空中拢变做上帝掌管的所在。上帝是安尼讲，出来记第8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要将我的子民甲你的人民分开，明仔这个新约一定会发生。上帝要实行伊的话，就亲像雨要落伫大落，用什么形式来落，拢伫上帝的手中。所以，这几天开始咧落雨，咱看到真侪气象专家讲，哇，后礼拜会落真侪雨。安尼到底是因变的，还是上帝变的？听有意思吼？咱现代人拢会一个误解哦。咱想讲，咱观察到即款的现象，这就是人真厉害，我会当观察到，甚至讲出来。总是上帝要哪落，其实是上帝主权，敢毋是咧？人想讲要控制，倒遮简单。另外，事实上，出来记第8章的23节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因为这字的分别翻译做分别，其实是救赎的意思，原文是救赎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是安尼讲哦，伊讲伊透过这个雨神的灾害，是伊要救赎，然后透过属伊的百姓甲法老的百姓分开的原因，是上帝要透过安尼来救赎因，来赎回因。所以当明仔载一日到，上帝就照安尼做。所以出来记第8章的2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就埃及王叫摩西甲亚伦来，对因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恁去伫我的境内，恁的上帝献祭。这是第2摆法老主动叫摩西甲亚伦来，伊开始同意部分的条件，恁会当献祭，不过只会当伫埃及的境内。换一句话来讲，这嘛算做是法老伊咧谈判的手腕。出来记第8章26节，摩西是安尼答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应伊讲，安尼做袂通，因为阮要献予上主，阮的上帝的祭物。埃及人看做禁忌，阮若伫埃及人的面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献祭，因兼袂用石头甲阮钉死。摩西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原来古埃及人因看这个牛甲羊是做神。有点仔亲像现代嘛，真侪印度人看牛做神共款，有点仔亲像。总是真歹势呢，以色列人献祭是献牛甲羊呢。主前第1世纪的犹太人讲经解说是安尼讲，因讲埃及人的神有形象，总是。这是更较根本、更较侪的解说。伊讲总是以色列人去迄个看袂见的上帝来献祭，所以埃及人对根本上就厌恶以色列人的献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法老是设一个陷阱，
要爱互埃及境内两个族群来对立，听有意思吼？啊，无恁伫遮限制嘛？讲真简单，总是伊透过安尼，其实是要借别人的手来下杀手。摩西直接来讲破，啊，你囝要成全阮，其实是要害阮，这无可能，无照阮的话就准拄煞。所以埃及王煞落才会安尼讲，出来记第8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讲：我允准恁离开，互恁伫旷野上主恁的上帝献祭，毋过袂用得去上远，搁恁着替我祈祷。到这虽然法老的态度开始让步，总是对伊讲我允准恁。其实这句话阁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听有意思吼？是我哦，是我允准恁的哦，我允准恁离开。总是这句话的上尾，伊却因讲啊，总是恁爱替我祈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这句话通看出法老心内底的转变。伊开始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有关联，伊开始嘛期待会当得到这位上帝的保护。再记第8章29节到30节，咱做伙来读摩西的回应，做伙来读来。摩西讲：我要对你遮出去，上主祈祷，求伊互规定好神。明仔离开埃及王甲你的人神以及人民，毋过埃及王毋通搁骗阮，毋准这个民族离开去献祭互上主。摩西就对埃及王遐出去，上主祈祷。摩西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人，伊讲就做，就祈祷。所以咱来知影，上帝是听迄个讲话算话人的祈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嘛爱想看觅啊，请问咱的祈祷敢讲话算话？请问咱上帝祈祷，祈祷啥？其实你的祈祷甲我的祈祷一定无共，总是请问。咱上帝祈祷当讲话算话，总是即便埃及王的心态犹原是安尼，所以出来记第8章3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即便埃及王搁硬伊的心，毋放即个民族离开，所以上帝爱摩西搁去埃及王安尼讲，出来记第9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就要用伊的关联更严重的瘟疫，伫你田野的情生马。如骆驼、牛群、羊群，原文是看，换一句话用第3人称，这真特别，因为第3伫10节内底，这大概只有一遍是安尼，就是摩西爱法老好好看，亚伟的手要伫田野你的精神形象。来出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摩西宣告，上帝手要行动，这是伊真强的警告。咱来知影以色列人用刺
牛羊来为生，所以因伫即灾内底一定要甲埃及人有所分别，若无因的损失真大。就亲像我头前所讲嘅，古埃及人用真侪精神的形象做神，所以真侪人认为，特别现代的生物学家是认为这叫做炭疽病吼。我其实无啥会晓，炭疽病，吼 ，A 所是安所的这个病。咱来知影埃及有一个讲埃及的疼的神叫做哈托尔，伊是用牛的迄个形象来出现。然后另外埃及阁有一只牛叫做阿皮斯，被称作圣牛。伊死了后，搁把伊尸体变做木乃伊，种伫石棺内底，所以即摆搁会当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时阵，搁看会到。然后嘛有学者认为，这个灾害是要互迄个埃及种动物的守护神来得到见效。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当然，这个灾害对法老造成一遍重大的心理冲击，因为古埃及人因拜精神看因做有能力的来源，总是这个伫埃及互人为人提供劳动的精神。只是因为人的心公硬，就拄到严重的瘟疫。出埃及记第9章第5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明仔上帝主要伫这个地做这项事，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这个灾害内底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上帝已经定时间，伊讲话，甲伊有定要降灾的留有一个空间。然后这个明仔，原文会当讲时间性顶头的明仔，其实也意思是指未来。所以上帝其实是咧对咱讲，伫明仔迄个灾难要来进前。伊要等人真正会悔改，伊要等人的心无更硬。伊若等袂着，出埃及记第9章的第6节，这个代志就会发生。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隔日，上主就做这个事，埃及的精神拢死，毋过。以色列人的精神连一只都无死。学者认为，这个灾害是延续迄个反创造的主题，因为伫创世纪第1章26节的时阵，上帝将动物互人管理，但透过这个灾害，上主亲手来提走这个动物。虽然法老幽怨心硬，总是对伊派人去看以色列人的精神有好势无，这个动作，咱就会当明白，法老的信心渐渐在消退。出埃及记第9章第8节到第9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恁着捧归火炉的火釜。”摩西着伫埃及王的面前，将火釜天压去，火
恢复会伫第9节吼，第9节，恢复会伫埃及全地变做尘埃，落伫埃及全地的人甲精神的身躯生粒仔，成做疮。咱台湾话吼，真特别的，碰规碰。真迄个形动作吼，台湾话种动作拢讲出来吼。碰意思就是迄个用手啦，吼，毋是用什物器具安尼碰规碰安尼摕起来。所以其实第6节甲第3节，咱若注意读，咱就知影，甲第3节呈现的方式拢共款。伫遮并无对话，嘛无警告，嘛无搁互埃及王讲要讲价的机会拢无，只有上帝直接的宣告。所以检采咱嘛会当安尼讲，当人甲人中间的对话无路用，咱就无需要加讲半句。然后，这个灾害是上帝第一遍往埃及来证明，伫上帝手中，人的性命就亲像土粉。人的性命，因为这项代志已经开始到人的性命，所以人的性命亲像土粉。总是即便这个土粉的来源无啥共款，因为是对迄个火炉内面摕出来，然后这个火炉是烧砖仔的炉，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是上帝用喙齿行喙齿的方式。埃及王强迫以色列人做炉材，用火炉做砖。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就照着这个火炉内底的土粉来刑罚埃及。这个灾难临到人甲精神顶头，就会生粒仔，成做疮。神学家更加认为，古早人身躯顶头有皮肤病，生有皮肤病。大部分的宗教拢认为这是属伫宗教礼仪顶头的无清气，所以若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灾害只有来到埃及，这更加是上帝透过安尼来提笑这个埃及的神。出埃及记第9章11节刷落去。甚至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术士无法度伫摩西面前做这个事，因甲咱来知影术士的意思。术士伫古早人的心内底，我之前捌讲过，敢若朴素的，总是不只是朴素，这术士通常嘛是祭司。通常嘛是敬拜一个神，所以遐个只会当 copy， 只会当模仿埃及的术士共款受到病，这个病会折磨无法度家己救家己。这个灾害更加互埃及甲王认出，啥物人才有真正的关联。出埃及记第9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亚伦的话，拄照上主对摩西讲的。一开始，随上出埃及记一开始，上帝就表明啊，伊知影法老的心意。伊知影，旧约的学者 Brueggemann 有观察到
这个代志。伊讲一开始法老是摩西、亚伦甲以色列人哀哭的对象，因哀求法老，看会当放因煞落。当时的以色列犹原毋望埃及帝国会当运用所有的资源为因提供拯救，甲毋望。总是迄位全地的主开始掌权了后，即集的记号，咱通讲这是上帝的记号。当咱若认出这是上帝的手在做，这就是上帝的记号，这就是新约。即集的记号还未过一半，以色列就无搁往埃及这个帝国来哀求，无搁期待，甚至无搁对话，因为因已经认清楚帝国的本性甲习惯。帝国的本性叫做讲话无算话，无法度持守因嘴所讲的。王甲帝国颠倒需要转来哀求摩西甲亚伦替因向上帝哀哭。所以这位近代的神学家讲到一项代志，伊讲真正的历史是讲甲回应、哀哭甲听所形成的。所以当王的心讲硬听袂见，人真正的哀哭就会是帝国的悲哀。因为一个帝国就是现在看偌尼强大，上尾嘛只会当成做历史，总是迄个历史会甲现在无关系。所以真正留伫人生命中的历史，是咱哀哭有人听见，透过安尼来形成。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即时要问咱：假使明仔灾难或是困境会来，你甘心的吗？你甘会心的吗？当咱认捌搁较多、搁较深这位掌管全地主了后，咱就应该知影，今仔日咱就应该伫伊的面前真心来悔改，明白今仔日的咱的心思意念，咱的所讲所行，要影响明仔咱所见证到的世界。所以，愿伫明仔进前，就是上帝警告还未实现进前，咱会当谨慎自守，互这个灾难远远离开咱，祝福临到咱每一个人。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你保护，你眷顾。阮相信你掌管全地。阮相信你超越时间，你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因为安尼，求上帝帮助阮，检查过去阮所做损害阮甲人中间的关系，损害阮甲这个土地的关系，损害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知影，阮怎样好好，互阮所活地所在来得到利益，互这个世界刷落来的明仔看见上帝的荣耀。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大家来吟信息回应，信息第514首，信息第514首。感谢主，赐水、土地、空气，请兄弟起立吟全首。感谢主赐水土地空气，你就是万民拢有好之意。下面愿把将污染个破坏，掌管敬视。因转对就心态，感谢主赐我空无金相，我我的交通提着帮我，下面愿求。断恶勇个毁坏，掌管敬视，转对就心态。感谢主赐我无给灵魂，愿主灵丰富。太永远翻转，下面万恶为我用也在海，掌管敬视，转对就心态，感谢主。变起主的心海，请最地球纪念我三可爱，下面愿意sem我一条破坏，掌管敬视转地就心态，感谢主为我创造地球，予我代代行起孤单享受。求主赞我这真温柔关怀，请来敬视，转地就心开。现在请坐。奉献，请傅奇芳技师、陈柏元技师两位技师来施献。
会长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圣殿，减通白白受典。虽然不大嘅有钱，愿你甘拿愿所献。咱大家按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满满的恩典，阮出入平安，入也平安。伫圣灵的保护下面，平安甲喜乐甲阮同在。我献上淡薄的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愿主你感答。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兄弟，请坐。伫报告的大师，咱请兄弟来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两遍。埃及王讲：我应准恁离开，互恁伫旷野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祭，毋过袂得去上远，过恁着替我祈祷。出埃及记第8章28节，请。埃及王讲，讲，我我允准恁离开，互恁伫旷野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祭，毋过袂用得去上远，过恁替我祈祷。出埃及记8章28节。埃及王讲，我允准恁离开，互恁伫旷野向上主恁的上帝献祭，毋过袂用得去上远。个恁着替我祈祷，出埃及记第8章28节。请掀开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服侍内容甲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的聚会、小组的聚会，请兄弟家己看，注意家己的服侍。奉献的名册留顶台，请往办公室来更正。请掀开周报的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6月初7、6月份伫月中日，长老是王浩杰，执事傅奇芳是台语长，国语长是黄腾义。第2点，为完善教会急救设备并提升急救的观念，教会要设置 AED。伫个下午1点，伫6楼的副堂举办 AED 的急救训练、教育训练，邀请兄弟做伙来参与甲学习。下主日6月14、2026年下半年度事工的协调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室召开，请中职团契首长甲服侍同工出席参会。会后散开中职会甲小会，请各部将要报告的交到办公室来会诊。教会消息：2026年暑期的音乐营，详细内容请兄弟家己来看吼。告解消息：传说对决，当传说遇见现实营会吼，时间是伫8月28拜5到8月29日的拜六，地点是中华汽车人才培训中心，对象是国中到社青，报名费是一人1500块，请往办公室报名吼，请咱会使鼓励咱的青少年来参加。其他的消息，桃园合作社李干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01室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会。伫
伫遮要补充报告吼，咱的儿童的礼拜吼，10点半改伫6楼的副堂举行。第4啊，才有2026年暑期的活动的预告吼，然后邀请咱兄弟吼来踊跃参加，请详细的内容请兄弟家己来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咱对去年开始，去年的4月份开始，咱教会开始毋忘会当另外一场的礼拜，就是儿童的礼拜。本来伫9楼来进行，不过因为人数哪来哪多，因为毋忘是囡仔甲家长拢做伙敬拜上帝，所以嘛真对，因为毋忘莫亲像包括讲道甲内容拢免遐久，所以差不多半点钟尔。所以这个人数哪来遐多了后来就对即礼拜开始会改伫6楼的副堂，所以假使咱若等下走去经过吼，看听见一群囡仔甲老师伫遐咧画吼，就免伤惊吓啦吼。这9楼刷落来6楼的所在吼，毋忘会当哪来哪侪人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咱的期待。嘛毋忘会当家长甲囡仔，咱若要参加儿童礼拜嘛欢迎，嘛欢迎啦吼。那咱大概10点半，未来会改伫6楼的所在。第2项补充报告就是今仔下晡1点，咱有一个 AED 的训练，要鼓励咱大家会当。其实这嘛是民防未来我会慢慢将这个观念，咱需要有1点当灾害发生的时阵，当危机发生的时阵，甚至当战争发生的时阵，咱会当做啥物款的准备？才会，我相信咱的教会其实嘛爱有责任帮助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学到这个。所以听我意思吼，这其实甲民防有1点仔关系，总是会当对上基本的开始做起，所以。欢迎咱大家今仔下晡1点会当做伙来学迄个 AED 这个器材这个准备，大概可能差不多1点钟左右尔啦吼。然后上尾我要宣传咱暑期的这活动，咱伫这个第4页周报第4页顶头其实有列落刷落来伫暑期中间会伫咱教会来的活动，前2个活动音乐营已经宣传真久，要邀请咱大家即摆阁会当报名，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欢迎对国小即个1年级到3年级以上吼，拢会当报名。总是第3、第4、第5，这个我小可宣传一下吼。韩国的釜山水银路长老教会，这是长老教会。是釜山上大间的教会，目前应该是差不多2万人以上咧，2万到3万人左右咧聚会。其中因有一区吼，因分做区吼，所以有一区其实去年有来到咱的教会来有一个韩国日这个互咱体验啦吼，文化的交流即边今年因要来的是第42区，这个42区因是当年用台湾做因祈祷的中心，听有意思吼？因当年拢为着台湾祈祷，所以因是即区42区的兄弟姊妹要来，总是因来停的时间嘛无真久，是7月18号的拜六中昼，所以。中昼了，迄天的早起时，拄啊音乐营上尾迄个成果发表，所以我嘛毋忘讲，遐家长伫外来的家长会当留落来做食饭了后，会当体验。因会留伫遮有一个表演，差不多1点钟尔。然后因会放伫后壁，嘛有一寡韩国服装的体验，所以。即日要邀请咱若会使，咱会当做伙来甲韩国人做伙食饭啦吼。袂亲像旧年迄个佫包迄个韩国饭卷吼，
可能今年个没有那么多了吼。所以因为因随上这要准备嘛真困难，搁要做吼爱开真侪时间，所以因今年较无用即种的方式，所以欢迎咱会当邀请兄弟姊妹，还是厝边朋友对韩国文化有兴趣的，会当做伙来。然后咱教会的敬拜团有举办一个树林暴徒的音乐季，要伫7月25号，所以欢迎咱来参加敬拜团。因邀请过来教会敬拜团做伙，所以咱会当来参与这个敬拜团。虽然有当时咱年纪可能较大，会感觉讲较差吼，嘛较侪迄个肢体动作啦吼，总是不要紧。咱也用开放的心得来参加，然后伫8月1号到8月2号，韩国的首尔长老教会因会来带咱的青年野队，所以嘛毋忘咱的青年准备好心，嘛会当来备班来参与。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暑期中间安排这个活动，不只是安排，是透过这个活动来见证上帝的荣光甲利益。伫咱下一代的青少年。上言信息388首，因归圣父上帝，因跟归圣父上帝，请兄弟起立。因跟归圣父上帝。因更显家相信三位一体，昨天的现在的将来也永远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兄弟请坐，祝歌。电乐灭倒。
请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